有看到你，有。好，我即马开专辑无了，我就看袂着大家啊。若是大家有啥物问题，若是举手我可能看袂着，会使麻烦安珠老师，会使替我迄个补充，还是讲迄个领导的句，我可能暂时嘛看袂着吼。我就先讲中，最后会留，希望要留一寡时间，甲各位先进老师、朋友、友志的再来做讨论。好，我是叶贤。今仔日的即个老师互阮的题目叫做带囡仔行台语的路啦吼，就是因为阮有成立一个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的即个面册卖奖页，在开始进前呢，我就先自我小介一下吼，因为我看即个关怀基金会办的逐礼拜的即演讲每一个讲师拢是台语的专家。今仔日我毋是台语的专家，所以咧，足欢喜会使直接甲大家分享吼。毋过虽然我毋是台语的专家，毋过我敢讲，阮应该是制作台语囡仔的专家吼。所以这是我家己是为囡仔6岁时阵开始甲囡仔讲台语，了后就是确定我来甲大家分享讲是安怎，阮遮一阵妈妈、爸爸一阵家长是安怎会。行到即摆会使就遮尔济人做遮尔济代志，所以即几冬来，就是我家己原本就是咧做教育方面的工课吼，即个就是上早期我是伫原本做老师，所以伫遐嘛有一寡累积啊，互我刷落来后来做遮个台语推广的工课，对遮个工课真有帮助吼，就是因为这其实拢是咧做教学的，毋管是我咧伫亲子馆、幼稚园。教台语，也是讲我迄落对家长、对民众做台语本土语言意识的推广，搁有咱就是即个卖奖页，其实嘛是咧做一个社会教育的安尼工课，这就是虽然题目叫做带囡仔行台语的路，毋过讲实在是因为有囡仔了后，我才来行即条台语的路，所以应该会使讲是囡仔带我来行台语的路，带阮来行台语的路，好。所以我讲，阮足够制作台语囡仔，就是有即个台语中学团，佮牵囡仔手台语的路办足侪活动，甲迄落支持，佮较侪父母会使做伙来行即条路。阮团内底大家嘛足够生，我家己嘛是生，今年生第3个，这拢是迄落拍拼咧制作台语囡仔咧。好，安尼就今仔日就是安珠老师讲，就是即个听众有海内外的吼。足侪老师先进吼，优质，所以我想讲，阮就今日我就来甲大家分享阮台语路的故事。这就是一阵甲囡仔讲台语的父母，希望台语生团吼，为着打造台语友善环境咧拍拼的故事。好，代志会使为6冬前开始讲。6冬前就是伫咧阮囝拄出世无偌久迄阵有一群人开始逐礼拜拢伫大树骹见面，迄个时阵人阁足少诶，10几个尔，上济10几个尔。毋过逐礼拜，咱就带囡仔来到即个大树骹。为虾米要安尼做咧？就即阵带囡仔来诶，迄个时阵拢是妈妈，妈妈为即个大台北地区无共款诶所在走来，上远也有为着桃园来诶，大家来即个所在有一个共同诶目标，就是因为阮拢甲囡仔讲台语，即个甲囡仔讲台语即件代志，原本应该是真自然诶，毋过伫现此时诶大环境，伫迄当时啦吼，你甲囡仔讲台语，你出去外口诶人吼，譬如讲囡仔去公园，迄边诶囡仔公园内底伊拄着诶人会听无伊咧讲啥物，也是讲伊就是敢若，若是敢若妈妈甲即个囡仔讲，伊的台语环境其实是足脆弱的，所以阮就是希望讲阮拢共同希望爱甲囡仔会晓讲台语，而且阮家己甲囡仔讲台语，所以为着要创造一个台语环境，大人就逐礼拜带囡仔来到即个大树骹遮，大家互囡仔袂遮佚佗，大人开讲，甚至我就是为迄个时阵开始教伊台文，伫迄进前，我其实毋知影台语是有字的。所以迄个时阵，我知影台语有字的时阵，我是足
足惊奇的，而且我嘛感觉讲啊，有字就爱紧来学，所以一切拢是为迄个时阵开始。若是有人问迄个时阵的妈妈讲，啊，恁是安怎甲囡仔讲家己？其实迄当阵大家的想法拢足单纯的。有的人会讲啊，因为家己足水的啊，我想要甲囡仔讲。有的人感觉这是阿嬷的话，我着爱继续讲落去。有的人是意识着讲，我若无讲哦，囡仔学袂晓呢。因为我就是即种例啊，我家己会晓台语是因为，就是阿公阿嬷干那会晓台语嘛。啊，但是即摆的囡仔，因的阿公阿嬷拢会晓华语啊，而且拢足关系，拢就是大家毋知影为虾米拢变做拢甲囡仔讲华语。所以若是父母家己无即个意识，就是我就发现讲，这应该是我家己爱做的代志。我若是无甲伊讲，伊是袂讲的，安尼家己就会断伫我即代。所以迄个时阵，大家想的足单纯的，拢无想到讲啥物要推啥要创啥。就是种单纯为家己做起，希望家己囡仔爱会晓讲，希望家己继续把即个话讲落去。过2冬了后，到2018年，咱的囡仔就这样呢，逐礼拜，吼，伫即个树仔骹讲故事、佚佗，啊，大人开讲，吼，差不多讲着讲，其实遮个妈妈就是。大家人的迄个背景拢无共款嘛，有诶是做教学的啦，有诶是迄个原本咧做画图的啦，就是有足侪无共款的专长啊，像差不多看到即2张图，迄就是迄当阵做伙即个聚会的妈妈画的，啊，伊的囡仔甲我的囡仔迄个时阵，一个咧涂较白，一个拄会晓行路，到即摆一个2年啊，一个要1年啊，阮拢搁继续做伙，吼，所以。迄个时阵，为6冬前，大家开始熟悉。到2018年的时阵，囡仔差不多2、3岁啊，是3、4岁啊。囡仔豆豆大汉了后啊，阮就发现讲，阮需要搁加做大。吼，第一个部分就是发现讲，平常时过去拢是干那带囡仔去树仔骹佚佗，啊，毋过囡仔慢慢大汉了后，阮会希望讲会使提供因搁较济。所以即摆其实你伫外口会使找着足侪互囡仔上的课，啥物音乐课、美术课、跳舞的课，有诶无诶足侪诶。毋过遐个所有诶课拢是用华语来进行诶，啊无就是英语，就是找到台语就对啦。啊，阮就感觉安尼对阮诶囡仔足无公平诶，所以大家就想讲爱家己来替囡仔创造安尼诶学习诶机会，所以阮就增加一个室内诶强化，找一个室内诶空间，吼，原本伫室外即个公园拢是放囡仔自由佚佗，啊，因为阮遮拢是就是全台语的强化吼，囡仔咧佚佗、烧头丸鸡全部拢是用台语，大人嘛是用台语，吼。啊，毋过即摆囡仔有需求无共款啦，所以阮增加即个室内的强化啦，带囡仔唱歌啦、做手工啊，啊进行一个活动啊，啊嘛是拢是就是共同参与的家长，吼轮流去准备遮个活动。陪囡仔伫即个就是伫中学的时阵，吼会使搁算搁较侪趣味的物件，啊，同时间呢，大人为着要好好啊教，比如讲教绘本读互囡仔听，大人嘛开读册会，啊有人就是翻译，甲迄个华语的绘本，也是英语的绘本，哦，甲翻做迄个台文，哦，啊，互大家会使有一个好的读本，会使讲互囡仔听。啊，这个对我来讲拢是足重要的经验，互我的台语的能力会使因为有即阵优质做伙拍拼，真正是进步足济的。吼，或者是为着囡仔，阮搁增加的活动。过来嘛是伫迄年吼，2018年的时阵，阮发起即个面册白奖夜，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为虾米迄个时阵会想要安尼做？就是。阮本来大家足单纯诶，想讲阮就是甲囡仔讲，对囡仔讲台语尔。毋过你愈讲愈发现讲，即种囡仔真正是足少诶。啊，出去外口，大部分是互人学乐啦。啊，学乐甲吼，即种学乐其实是真无正常诶。就是你看到一个2、3岁诶囡仔讲，哇，你台语讲甲足好诶。毋过你袂去对一个2、3岁诶华语囡仔说，哇，你国语讲得好好，你袂安尼。
你若袂对一个2、3岁的美国来的囡仔讲，哇，你英文讲得好棒，对无？啊，敢若台语囡仔会互人安尼学落，啊，毋过迄就是因正常的发展尔，啊，即种学落实在是足无正常的。哦，阮就发现讲，阮若是阮因为阮敢若甲囡仔讲台语，毋过若是照即个大环境的，是安尼发展落去吼，因到大汉了会足孤单的，就是会晓讲台语的囡仔愈来愈少，啊，这是一件足可惜的代志。所以，阮即个开始创即个零册的卖奖业咧，一开始阮的想法就是讲，想要甲阮的故事写落来，互佫较侪人知影讲，原来用台语饲苗囝是一个选择，原来即件代志无遐尼困难，哦。啊，阮嘛足实际分享一寡你要安怎做，迄个 QA 互迄个佫较侪人知影，因为每一个家庭其实伊的条件无共款。阮共学团内底就是来到日本18年，迄个时阵可能已经有20-30组的迄个家庭啊吼。啊，每一个家庭的情况无共款哦，有诶可能是自出世就讲台语，有诶可能是厝里干那一个人讲台语，干那妈妈一个讲台语，其他人拢无讲。有诶可能是囡仔3岁以后已经华语匹配过啊，啊妈妈足想要家己转做台语的，迄就要足拍拼哦。啊，所以有啊，佫有诶是迄个囡仔大汉诶已经大啊，第2个生出来了后，妈妈才感觉讲袂使。我爱来甲母语调转来，所以为第2个开始讲台语，啊了后慢慢去影响着迄个大汉的，所以有足侪无共款的迄个家庭的条件，啊每一种状况其实会使有无共款的策略，你会使去安怎做，互囡仔为无愿意开喙到开喙，所以这拢是阮开始伫即个零册的卖奖业顶悬写的，就是想要透过即个零册甲阮遮的经验记录落来。互佫较侪人知影讲，就是教囡仔讲台语听起来足困难，啊，毋过其实就是你想要做，还是无想要做尔啦。若是有心想要做，其实拢做会到。哦，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是开发即个台语体验活动吼，这是啥物咧？就是嘛是共款吼，像阮住伫台北地区啊，囡仔除了啥物音乐课啊，有诶无诶课会使上以外。家长佫足流行带囡仔去各种体验，啥物小店长体验啊，啊，啥物农场捡鸡卵啊，吼，啊，共款遮全部诶活动拢是台语诶。啊，阮内底有妈妈就足兴带囡仔去，啊，佫毋甘愿讲无台语诶，所以就四界去聚集，四界去问去拜托迄个主办单位讲，敢会使开用台语来带即个活动？哦，所以阮迄个时阵就开始带囡仔去博物馆啊，去洗菜市啊啦，去找菜市啊内底就是迄个头家啊，吼，是讲去即摆即种是做豆腐啊，吼。啊，遮个活动其实对囡仔，甚至是对大人来讲，拢是足好足趣味的学习的机会。你直接行入去社会内底，吼。啊，就是这嘛是阮想要替囡仔创造更较侪迄个学习机会。毋过同一个时间，哦。因为阮带囡仔行出去，就互社会看到，竟然有一群囡仔哦，遮尔会讲台语，所以嘛是，这就是阮续落来会继续发展出去的。因为发现讲啊，带阮的囡仔爱行出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哦，所以这2018年咱开始做遮个工课吼，就是已经算是原本就是伫。家己敢若是为着家己的囡仔，到慢慢啊发现讲，袂使敢若为着家己的囡仔尔，就是嘛是应该是讲这嘛是为着家己的囡仔啦吼，毋过需要搁做较济。啊，这嘛是算是咱阮即个看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的根基啦吼。我是安尼想的吼，就是到今吼，阮的共学团已经有超过100个台语家庭啊，伫台北甲桃园地区安尼加起来有超过100个台语家庭，过来就是卖奖业已经超过23000个赞。阮有一个台语路的团队吼，为着要做足侪代志，阮有办活动的，讲师培训讲师的，佫有就是管理即个卖奖业，做迄个编辑的，佫有迄个就是做迄个
算是政策的推动的部分的吼。所以这是阮是安那会使行到即马遮侪人的原因吼，其实是这三项代志，这三个部分同齐合作。内底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共学团这个部分啦，因为共学团才有法度甲人留落来，互有需要的家庭会使得到支持。阮的共学团呢，就是伊的特色是咧，阮是无收钱，嘛无讲一个啥物人是做领队啊、领导的嘛无。阮的共学团是所有的团员共同付出、共同经营。阮会轮流做班长做交警员安尼啦吼。毋过迄个就是大家拢是大家轮流的事工。再来是我感觉就是因为阮足看重内底每一个人的价值，无讲啥人才是头还是安尼吼，是安怎嘿？就是互每一个人伫这内底拢感觉有发挥的所在。比如讲，有的人教讲故事啊，有的人教教囡仔耍啊，有的人足大心的甲大家斗买物件啦。有的人台语较好，就甲人教啊。伫这个团体内底，每一个人拢是有伊的价值，就是阮同款为着同款的理念，就一做伙。毋过会使贡献家己的专长、家己的气力，来互即个团体愈来愈好，就是互一个团体会使有即个向心力愈来愈好的原因。再来，若是就是其实无同款阶段的即个团体的发展吼，需要有无同款的做法啦。这若是要讲，嘛是会使讲诚济，因为后来阮伫就是其他的地区啦，也是就是讲足鼓励无共其他地区的家长会使家己去创共学团。毋过讲实在，做经营团体是无简单的代志，所以若是有人有需要，阮嘛就愿意分享阮的经验。所以，阮即个台语路共学团算是规个即个看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的根基啦。因为即个团你若是要入团的，敢若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家长要对囡仔完全讲台语。阮敢若即个条件尔，其他拢无。所以这就会使变做一个目标，互一寡家长会使有即个动力。讲我为着要参加即团，我着爱迄落练习转换台语安尼。另外就是有一寡，就是你若是讲台语，毋过刷落来你会需要足侪支持的，因为用台语饲囝的成本讲实在诚悬。因为你看外口也无课程，互你去上啦，嘛无囡仔找囡仔歌拢比华语，甚至比英语较少，所以外口你嘛找无伴吼，所以就需要互相支持的。了大家共同加入来这个团体了后，咱开讲啦、讨论啦，或是讲做伙学台语啊，这拢是互大家愈来加强大家共识。嘛培养感情啦，因为你定定佚佗啊，逐礼拜见面迄个感情培养起来，刷来就到上下骹一步，就是遮个人慢慢就会使做伙来做足侪推动的代志。所以讲看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做足侪代志，大部分拢是大家拢是义工的性质嘿。毋过大家拢共遮项代志当做是家己的工课，就愿意付出的，这是付出的，这是我感觉足感动嘛，感觉是诚无简单的部分。所以每一个人拢足无用啊，拢有带囡仔。好，安尼做的目标啊，就是希望会使互台语家庭的数量增加，因为这是一个语言要传承落去上重要的、足重要的一个部分啦。你学校教当然嘛是足重要的，毋过学校教已经是要安怎讲最后一步啊，迄是上基本的，迄是救一个语言上基本的。毋过上根本的，应该是就是一代甲一代之间爱继续使用这个语言。所以阮主要工课就是鼓励家长甲囡仔讲台语。有需要支持的参照讲你就是公共学团较提供支持。有一个家庭，因若是无法度专台语，阮嘛有其他的活动，会使甲你斗相共。刷落来我就继续介绍阮咧做的工课。因为安尼一路行来人其实有愈来愈侪，
毋过阮感觉佫爱佫较侪人，应该佫会使佫招较侪人来行即条路。哦，啊，若是要安尼，咱的品质啦，啊，甲即个咱做诶代志量，拢啊佫提悬。所以到2019年诶时阵，哦，阮开始拍影片，哦，开始开台语路经验分享会。即影片啊，也是讲写文章，就是透过阮的面册卖种页，想要互人直接看到台语囡仔生做啥物款吼。写文章是用文字嘛，啊，毋过现主时大家使用网络的迄个惯势吼，拢是叫惯势看影片的。所以阮迄个时阵，即支影片咧，即摆嘛互大家看一下。即摆内底囡仔拢足大汉咯。请问安尼敢看会着咧？我即摆切换另外一个窗仔。有哦，会使。好，有看见。好，安尼我甲伊切开。有无？听到改成无声吼，搁一摆。不会，好。刚是小看那个。是啊，你脚不哩严重。是吼，哇，那边都改造，我等下阁有过来几影片要办，可能是，安尼可能是我的网络的问题是吧？我先把一寡物件关掉试看卖。好，我搁试一摆哦，我要继续办。我们试一，你个是我妈妈。我是正的，我是正的，妈妈，是你的我妈妈，我他毛干干，毛干皮呀，干流，我是你的妈妈。全没叫妈妈嘿，全没叫妈妈嘿。还没跟我拍好。你爱吃草，我也爱吃草，我爱有一直迄个两种声一直出。两种声音哦。好，我先啊无即个先到遮。我安尼希望较顶仔的影片，我都顺利放出来。好，安尼我先切转来我的投影片吼。好，安尼拄则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迄算是阮的第一支影片啦。后来就会有愈来愈进步，等下搁会其他的后来搁做的影片，要甲大家分享安尼。所以这就是搁用较主动的方式去划清，就是较侪人的意识安尼。另外嘛是为迄个时阵开始开即个台语路经验分享会。即个分享会小可。原歹势。那下面听你迄个影片啊。哦好，歹势。你转去你的干杯啊。多谢多谢。感谢提醒。好。对，拄则讲的是即个开始练习做影片吼，因为这是现主时的行销的最重要的代志。啊，过来就是开即个台语路经验分享会。即个分享会一开始要想要做的时阵，想法就足简单的，就是想讲，甲人靠来面头前，啊，我会使甲几件代志的理路好好讲互你听，啊，佫有协助你讲，若是你有想袂，阮会使有足侪办法、足侪方法咧，协助你会使开始对囡仔讲台语。因为阮咧做的拢毋是讲要教囡仔讲台语，毋是，
重点是爱先放伫大人的身躯顶，就是你大人爱先甲囡仔讲台语。所以阮的目标对象是大人，毋是要教囡仔讲台语。就亲像阮的共学团，你若是要来参加，毋是讲以迄种我要送囡仔来讲台语的态度送过来，毋是。阮来参加阮的共学团，你爱家己先教囡仔讲台语，所以即个条件拢是爱要求即个大人，才是上根本的。因为你只要教囡仔讲台语，囡仔自然就会晓讲啊。所以关键拢是伫大人的身躯顶。台语路经验分享会咧，阮目前已经办过15场啊。伫即个分享会吼，有朋友笑讲，即个哪像是母语的卫教啦。迄个你要有心的时阵，你去诊所做产检啊，医生啊，护理师拢会互你做者卫教的。包括讲迄个妈妈手册内底嘛会放啥物饲母奶啊、亲子共读啊，或者即个的卫教。讲其实即个母语即件代志嘛是真需要卫教，因为这嘛是对囡仔规个发展真重要、真有帮助的代志。所以听讲未来母语即块嘛会放入你到妈妈手册内底，我是感觉足期待，这嘛是足重要的一步啦吼。所以阮的即个台语路经验分享会就是淡薄亲像即个母语的卫教。我会安怎讲咧？我拢会先为台语的过去甲未来讲故事，互大家听，因为大部分的人就甲我6当前同款，是毋知影台语有字的，一直到当迄个国小、国中、高中拢要上台语啊，迄个台语课本摕转去了后，炸转去了后，嘛是就是网络顶悬就会看到真侪家长有意见，就是一直了是会感觉讲，你哪会写甲安尼？你啥物字我拢看无，其实迄是因为大家无学过。即个就是无机会受到安尼的教育，你无机会了解即件代志。所以我感觉要互家长有法度为囡仔讲台语，就爱为家长的即个，这算是历史的教育嘛，为即个所在先做啦吼。就是你若知影原来台语是安尼来的，原来台语有字，原来台语过去经过2摆的国语运动，这个对规个世代、规世代台湾人的影响是啥物？才来看到即马讲，哇，这个语言的流行哪会遮尔紧？安尼才会对即件代志较有感觉。也无真侪人拢会无要无紧，尤其像伫中南部，可能感觉伫外口拢搁听会着足侪人咧讲台语啊，所以因袂感觉有啥物问题。毋过亲像我是屏东人。我近摆带囡仔转去屏东，伫咧外口足自然，甲因讲话的时阵，定定拢会互人学乐。讲哇，你台语讲啊遮好诶吼！你看我是转去南部，伫南部拢会安尼互人学乐，代表伫南部你嘛真罕咧听到囡仔自然讲台语啊。所以在做即个台语的卫教的时阵，我是感觉即个意识的启发是上重要的第一步。了后，这个是互大家了解咱的过去啦，因为这过去课本无教嘛，咱的课本，我即摆伫顶悬囥的这个，敢有人知影这啥物册？这问落来就是会知，就是迄个足残忍的，就知影你几岁安尼吼。这是迄个认识台湾啊，这我是第一届使用这3本册的，我是几年出？我是74年出的吼。我国中的时阵，这是第一届有迄个正式的介绍台湾的课本，对外到就是迄个国民教育内底，所以伫我进前囡仔读的，拢是甲台湾无啥有关系的，就是咱我咧读中东的物件嘛，所以阮其实对家己的土地认识足少的，而且就算讲开始有台湾的这个历史会使互囡仔了解啊。毋过，就欠缺一件物件，就是语言，就是迄个声音。就算讲咱即摆会使透过遮个课本去了解台湾的过去，毋过囡仔真歹想象讲，譬如讲你若是时间倒退100冬，你徛伫台湾，你耳孔听到是啥物声音？倒退200冬、300冬，你耳孔听到是啥物声音？
你80天就好啊，倒退80天就好啊。伫台湾是听袂着华语的嘛，啊，这对即摆的人来讲是足歹想象的代志。啊，毋过咱透过即个母语卫教吼，甲大家讲即件故事，大家才会有感觉，知影讲，即个语言环境的变化，竟然是会使遐尔紧。好，刷落来咧，就是会分享讲是安怎教囡仔讲台语。啊，即个我嘛是有足侪方面的迄个理由，也是讲理论，通甲大家分享。所以一开始，差不多我讲头起先才讲台语的妈妈，足单纯的，干那是想讲，把即个足水的语言继续讲落去。啊，毋过慢慢真正伫这内底看到伊的价值，包括语言发展，也是囡仔的脑神经的发展，也是讲这对规个社会，对咱的文化的传承，对自我认同，其实拢是足正面的代志。所以伫这个部分，我会一项一项来就是迄个家长分享讲，对囡仔讲台语，有啥物好处？为啥物咱爱安尼做，咱会使安尼做？抓落来咧，就是真正教因讲到底要安怎开始，因为这就牵涉着你囡仔大汉去读册啊袂？啊，恁厝里偌济人讲，有兄弟姊妹啊无？就是无共款的条件，恁厝里无共款的条件的组合，可能你的策略也无共款。所以，阮有足侪咧，因为中学生有足侪无共款的家庭，安尼，阮就是会有整理出一寡 SOP 啦，所以大家若是有兴趣咧，嘛会使就是阮嘛会使去提供安尼的迄个台语的经验的分享，就是真正是教爸母讲安怎开始教囡仔讲台语。最后就是因为这是就要安尼讲。每一家伙仔的状况拢无共款，所以阮会伫即个台语路分享会内底，拢会安排一个小组的时间，啊有每一组拢有一个组长，这个组长拢是阮中学团内底的家长，啊，阮会培训这个家长讲要安怎来带即个小组的讨论，去了解每一个家庭因拄着的问题，啊，即个父母是安怎下袂出去，要安怎甲因鼓励，提供因一寡资源甲支持。所以这就是阮的这个台语路经验分享会咧做的。抓落来咧，阮第二步就想讲，会使搁替一般的家长创造较侪环境。所以阮开始一个月办一摆即个古水的广告，古水广告伊是免费啊对外全台语亲子绘本活动。这会使，我来试看卖，看敢有我着看一下片。好，点下。好，希望即摆袂伤累，着我甲其他的物件有小关起来。咱倒一摆吼。你放影片时，你甲你的麦克关掉看觅。我的麦克关掉哦。我讲你咧放的时阵，因为敢若拢会有人的声音，有一个回音嘛。好，我试看觅。雨水对啊，咱若落雨的时阵是凉去甲咱降雨水的哦。阮的古水的广告，即个活动是逐个月会有一届，逐个月拢有无共款的人来讲故事。阮这是有去甲扶轮社制接，讲好双方合作来办活动。若有趣味的人会当定定注意阮的面册专页来事先报名哦。搁较好。哇，请问你敢有学过台语？台语的字，细汉敢讲，即马无人。哦，我想要问你的是字，问你哦，无对吧？啊，毋过你念会出来呢。所以呢，其实咱是足紧就熟手啊，对吧？好，多谢。就是知道有一群人在很努力在进行这个
个活动。我觉得懂一个语言，就是会懂它的文化。那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传承，然后是让孩子就是知道我们的根，我们是在什么样子过去长大的人，然后就很开心这样，也很感谢。那以后如果有，就会持续的参加，对。哦，你过咱就第四届啊，吼，咱就第四届啊，多谢。伊养过啦，阮是真想要互伊讲台语，我感觉这活动袂歹啊，就因为我看到遮侪囡仔拢会使讲，其实导因真正为细汉开始讲有差，我感觉是有差。阿是你什么有什么看法？好，安尼你请讲。气球头名，是牛车的兄，然后背后边，气球当家，有人很带名，那口好人听，后边当人，过你的泡面，高高对球潮，那可以想象，那一高傲到人点，那给不是听后面。下就囡仔多好奇怪囡仔。我家己的愿望是讲台湾的社会啊，会个转来一个多元平等的一个社会，毋是干那一种文化尔，会是有足侪文化啊，大家感觉足丰富的啊。每一个文化的主体拢感觉对家己足有自信的，啊对别个文化嘛足尊重的嘛，拢足有兴趣的。啊，我感觉这就是一个真好的现象嘛，真好。安尼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勇敢啊牛，好吧？高水的广告，互你笑眯眯。高水的广告赞。好，拄则安尼看起来效果有较好。安尼我搁设计一个。所以这就是阮的古水的广告。其实这嘛是甲迄落新潮迄落囡仔区合适的，因为新潮囡仔区因是嘛是真做真久啊，因就是逐个月是无，应该当个是逐个月一摆伫迄落清代的迄个历史节，嘛是有讲安尼的故事。啊，我就是感觉，即个代志真重要，就是互人有一个迄个好定较低的活动会使去参加，所以。来参加即个古水广告，阮的迄个活动的设计，拢会专工去思考着讲，有可能会有听无囡仔、听无台语的囡仔来参加。安尼咱的活动要安怎安排？阮的活动要安怎安排？阮的册要安怎拣？才会使互，就算伊听无台语，嘛有法度参与。所以就是一个就是大人就是爱慢慢啊提升家己的能力，这个较等下我嘛会，较等下嘛是会讲。再来就是创造环境，佫有另外一种吼。拄则即个古水的广告，就是提供互毋管是台语家庭还是华语家庭，你会使有一个足趣味全家伙仔会使做伙参加，即个活动你会使来参加。你来到遮，就是进入台语的环境内底，对台语囡仔来讲，伊就是好听的故事。好耍的活动，对还袂转换台语的家庭来讲，伊就是会使来即个所在体验看卖讲，哇，真正迄个有足侪囡仔讲台语，即个故事会使安尼用台语来讲互囡仔听，会使唱台语的足好听的囡仔歌，安怎耍，就是足自然的嘛，袂互人有压力，就是这是古水的广告提供的。啊，另外一种嘛是类似，就是台语都体验活动。拄则我就是有分享着讲，就是一开始是为着阮家己的囡仔，豆大汉了后，想要互伊有较侪学习的机会，无同款的学习，会使行入去社会学习的。
后来就发现讲，这种体验活动其实真值得邀请更较侪人来参加，所以阮就甲伊制度化甲伊即个愈办愈济啊所以阮有去做过足侪个博物馆的参访啊，这就是爱去博物馆甲博物馆直接请因用台语来导览。这其实真无简单因为拄开始阮写批去足侪博物馆，因拢会甲你讲无法度，因有迄个华语导览、英语导览，甚至是日语导览，歹势无台语的，无本土语的，所以毋过就是爱安尼去甲因迄个争取啦即几年来就有慢慢进步。即摆已经有真侪博物馆会提供台语的导览，亲像台中迄边的中学馆，伊嘛是去争取着迄个台中迄个啥物自然科学博物馆，即摆是安怎？逐礼拜还是逐个月，嘛拢有安排台语的导览，这拢是即几年开始，咱台语家庭去争取来的。一开始，阮就是世界冻病，安尼拢，这博物馆颠倒足歹要求的，毋过这种是官方的国家的经费咧经营的，其实佫愈需要互因了解讲，你爱去注意着台语，就是本土语言的需求。其他就是足侪是私人的部门啦，就是公部门、私部门，阮拢有去直接，互囡仔去农场捡鸡卵、种番麦、饲鸡啊、挽水果啥物做披萨啦、看结果集啦。印红包啦，去看冬瓜新菜的行搭啦，真侪活动，拢足好耍的。阮办过遐尔侪款的活动，就是你想会到的，你想要参加的，咱就去甲问，就去甲主办单位问，就是所有活动，毋是天顶留落来的，会使用台语来参加，来经体验安尼的活动，拢是遮的台语妈妈一个敲电话写批去问来的。所以一开始咧，就是为着互阮家己的囡仔会使有多元丰富的活动通参加，就是有时啊，其实甚至是大人，阮家己嘛算甲足欢喜的。亲像做豆腐，我过去无做过豆腐，就是因为甲即阵妈妈做伙，因去安尼拜托头家办着，来头家用全台语教你安怎做豆腐，我就带囡仔去做，足好耍的豆腐足好食，佫有亲像看菇。韩国原本嘛应该是一种以台语来进行的活动，这阮就是嘛是去直接着迄落渔港遐的迄落社区发展协会，带囡仔做去看菇，迄嘛是我第一摆，过去嘛无经验过的，所以遮的就是有足侪好耍的代志，台湾足趣味，足通好耍，上重这背后的价值咧，就是后壁正出电讲的这两项啦，对社会来讲。就是咱会使透过安尼的行动，互公司部门咧注意到台语家庭的需求，注意到本土语言的需求。就是阮去甲因要求讲，爱有台语的导览，你爱用台语来办活动。这个对因来讲，足侪机构拢感觉，一开始拢足袂惯势的。阮有拄着袂少趣味的代志啦，好比讲阮去总统府。第一摆去总统府参观的时阵，应该是三年之前3冬前。去总统府参观嘛是就是特别写批去迄个说明讲爱用台语导览，因为阮的囡仔有诶是听无华语的，总爱讲到即种程度，因才会理解安尼吼。了后咧，就真正来一个台语真好的老师，伊带的嘛足好的，伊有理解讲即定是爱用台语的咧。了后迄工就安尼。伫迄个总统府踅踅咧，了隔壁间的导览老师经过，就足好闲的，就一直探头来看。我就问讲，恁是为倒位来的？敢是外籍新娘？就是有一寡足趣味的外人对阮的想象甲理解就是因无看过一定，就是因为迄个老师就讲，你哪会用台语甲囡仔讲？隔壁迄个导览老师问讲，你哪用台语咧做导览？拢是囡仔哪用台语？这拢是应该需要去打破外口的人对台语的迄个啥物错误的印象啊！过去拢是安尼印象，毋过咱应该爱甲伊打破。所以做法就是咱着带台语囡仔行出去。佫有一摆是去迄落，迄是啥物啊？仙草有一间做仙草的公司，咱去体验做仙草。
哦啊，阮就写批去啊，嘛是家己要求讲，阮想要爱台语的全台语的活动哦。啊，结果迄间公司自头到尾问个无人会晓用台语来做导览，最后是董事长家己出来，董事长讲好，安尼即团我来接。啊，即个董事长咧，伊事后就甲阮分享，伊讲伊一开始接到即个讲，有一个团体要用台语来导览，哦，拢有囡仔诶。即个董事长伊讲，伊一开始伊叫是应该是隔代教养家庭安尼，哦，伊可能是阿公阿嬷带来诶，啊，结果迄天现场看到诶，竟然拢是一群少年爸母，而且自入门一开始咧报道诶时阵，就全部用台语咧对话，哦，这互伊印象足深诶，嘛互伊思考着讲对啊，伊家己嘛是细汉诶时阵讲台语，啊，就是这个就是阮带囡仔去无共款诶所在参加即个就是要求台语诶活动吼，会使互即个社会慢慢注意着即部分，所以即几工已经。我感觉这是真正慢慢做出成绩啦，就是大家开始会袂甲即个台语导览当作是遮尔奇怪诶代志啊吼。至少像博物馆啊、美术馆啊，会开始会常态性诶提供台语诶导览活动，拢爱足感谢遮就是即寡就是用家己诶气力去争取诶台语家庭。再来最下骹即项吼。是安怎讲？这是台语转换伫家庭的催化这就是就是这我嘛是听过几来例，就是有一寡家长，即种可能是囡仔较大汉的，就是囡仔可能已经3、4岁啊，家长才意识到讲伊想要转换教囡仔使用的语言，啊，你就会拄着囡仔反弹的问题，因为伊听无。哦，啊无就是讲，就算讲伊听有啊，毋过伊毋肯开嘴讲。啊，即个时阵来参加即款体验活动，就是一个足好诶机会。因为体验活动，你是会使实际操作诶，你有通看，有通摸，有通算，有通做，就囡仔会感觉趣味。啊，而且伊伫即个过程中，伊会感觉伊叫声出国啊，啊是安怎？咱诶耳孔听到诶声音，甲原本平常时听着无共款。啊，毋过即个是妈妈还是爸爸对伊讲的话，哦，伊才会知影讲，原来即个话毋是干那伊爸爸妈妈咧讲尔，啊无伊平常时就是可能就是爸母足拍拼，开始咧较囡仔讲台语啊，毋过因拄着的困难，就是即个囡仔去到就是离开爸爸妈妈以外，伫咧处理公园啊，还是电视啊，还是去学校啊，拢无其他的人讲即个话，所以因会。真歹转换，哦，所以阮台语路体验活动咧，用好佚佗诶、足趣味诶体验式诶活动，哦，啊是开放互所有兴趣诶人会使报名来参加。有一寡家庭吼，就是因为伊带囡仔来参加了后，囡仔转去就愿意开嘴讲啦。所以这是即寡活动，拄则讲阮的共学，共学团是干那是台语家庭支持团体，你着爱真正甲囡仔讲台语，才有资格来参加。这嘛是阮对台语家庭的保障啦吼。啊，毋过你若是无法度做到全台语，你就是阮就是鼓励大家会使，会为即种台语体验活动开始，互你会使互囡仔降低伊对即个语言的反感。伊感觉较趣味诶代志，会使甲做伙吼，啊，而且足侪伊有看足侪囡仔嘛咧讲，伊就会愿意开嘴讲啊。啊嘛，佫有一个趣味诶吼，就是有时啊，有一寡家庭会带阿公阿嬷来参加体验活动。亲像顶摆去农场诶时阵，就有啊，真侪阿公阿嬷嘛是第一道看到遮尔侪讲台语诶囡仔，迄对因来讲嘛足适合诶哦，就是这嘛是阮咧做一个怎么讲？就是共款啦，就是打破大家过去对台语的印象，就是就是讲囡仔袂使讲、袂晓讲、拢听无，毋是安尼，哦，是因为大人无咧甲因讲。好，所以这个台语路的体验活动是阮看囡仔会出行台语的路真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会使慢慢啊吸引足侪人，有一寡家长吼，伊就算讲。后来，伊真正无才调对囡仔全台语，啊，毋过至少因会使台语优先，嘛，互囡仔知影讲，伫台湾都有即款语言，因较袂
对即个语言足排斥的，安尼至少伊未来若是要学嘛，较有机会学得来。哦，过来迄天有一件大代志，就是迄个公司台语台成立嘛。哦，阮即两张图其实是2018年的年底开记者会的时阵，阮带囡仔做伙去。哦，阮台语囡仔绝对有资格要求爱有一个台语电视台，因为因就敢若听有台语尔。遮几个拢足顺的，就是讲台语的嘿，因较细汉的即几个就是听无华语的。所以需要一个大众媒体啊，需要一个台语的电视台啊，也有好看的囡仔的网家是台语的啊吼。阮带囡仔来做伙争取，做伙发声。后来咧，伫2019年，伫足侪人的即个拍拼之下吼，总算是公司台语台来成立，真好，一直到即仔，阁有足侪，就是看到足侪真好的节目。迄个时阵开台的时阵。因嘛有来找阮的中学团，来我阁开一个古水的影片互大家看。因嘛有来找阮的中学团来拍迄个宣传片。好，我即马会切到另外一个声音啊。好，安尼通看对啦吼。哦，我等下甲我的麦克关起来。这台语讲看卖就是。台语台要开台进前，伊拍几落集无？二去有20几集有无？伊就是逐摆就找2个人，啊，找足侪大人的名称啦吼，啊，伊就会摕迄个，伊就会问讲啥物铅笔怎么讲？啊，迄个2个名称大人，因就爱比赛讲谁先讲出来嘛。大家有若是有注意，可能有看过即个系列的广告。其中呢，就是因来找台语路共学团，找阮遮的囡仔，嘛是来拍即个系列的广告。毋过迄个时阵，要安怎拍即个广告，阮着沟通足久的。因为导演原本讲，伊会问囡仔讲电风扇怎么讲，比如讲安尼，就是即个囡仔是敢若听，就是伊是听无华语的啊，所以这毋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对因来讲毋是翻译的问题。所以后来咧，就是伫阮中学团的即个系列的广告的，因的做法就是导演伫囡仔的面头。好，安尼我甲我的麦克关起来，咱来看其中一段。速告不用贵。速告。我用自己写的。对嘞。不是的。这是啥？电梯。我叫我是来在爱到这个电梯，我好想叫我到叮当。这里。电话。啊，这里。对呀。是的呀。啊，这里。手机呀。这来听的是啥物？他大起来咯，这听。电话，恭喜大年明来。好，我搁切转来。即马敢有切转来？我搁点身份。拄则即个内底穿红衫迄是阮囝，即摆已经6岁啊。迄个时阵就是迄个少年家就古锥的。好，所以就是讲。就是大家透过这个影片就看会出来，就是遮个囡仔是就是因的第一语言，因的母语吼是台语，来配这个台语来拍广告，应该算是真适合安尼。
好啊，时间来到2020年，迄个疫情愈来愈严重的迄年吼，毋过阮继续伫咱伫迄个阮继续做真侪代志。毋过我想讲，大家阮会使伫即个时阵，阮先休困5分钟就好啊，我嘛去啉一个茶，我来。等下再为即个所在搁继续分享落去吼，继续分享落去，应该吼。我再放几条歌互大家听，毋是几条，咱听一条，听2条啦。咱休困5分钟，我等下再为即个所在搁继续，等者吼，我跳来讲。大家休息。拄则大家听到的这条是我较顶仔嘛，来甲大家小解阮刷落来要做的一套囡仔册内底的歌嘿，踮伊的这个出版计划会上一支平台，我即摆有请Candy 甲阮即摆的这个出版计划问讲，先放伫老围区，若是有人有兴趣，会使甲互阮一寡意见，也是讲这个问讲填了后，若是到时有想要
想要支持，想要买咱即套即个一拄个时阵要买即套囡仔册的时阵，会使摕到较俗的介绍安尼。我等下特别讲一下，讲是安怎阮要做即件代志。好，安尼我先继续到2020年啊吼。2020年就是5年，来。拄则讲，阮开始办迄个古水的广告啦，吼，就是大家家长就开始需要互家己的能力搁较提升，所以阮就开始办一寡绘本讲师的培训，包括有请过迄个蔡显斌老师，王秀荣老师，来互阮足好的即个故事基础的训练再来就是下较即个家长学堂的部分，这嘛是就是阮遮的家长感觉讲，带囡仔行即条路，你需要搁较侪信心，需要搁较侪眼光来看待讲阮即马遇到的困难吼。虽然阮即马拢已经教囡仔全台语啊，毋过你就是煞来有缘时面对着诚侪困难啊。可比讲囡仔煞来要读册啊，毋过目前无一间台语学校，所以咱遮的囡仔拢是，阮遮的囡仔就拢是爱入去以华语来做教学的学校，所以搁有，所以即场我遮，譬如讲，阮邀请马耀比好来分享因的全母语教育，因的迄个阿美语、全美语的学校是安怎运作的？嘛请过何信涵老师啦，搁有请过迄个啥物啊？即个电话即摆一时想袂起来，就是譬如讲何信涵老师甲互阮了解即个规个台语伊的发展伊何老师就是一个足有信心的人，会互人足有希望的听伊的演讲拢是迄个加油加到满安尼遮是阮互台语家长家己的进修啦所以就有安尼的能力提升了后家长就慢慢看出去到四界的亲子馆、幼稚园可比即个桃园嘛是固定有伫咧土地公文化馆，咧讲台语的故事。讲部门、书部门拢有会使利用即种趣味的亲子台语的活动来吸引囡仔来互家长会有一个机会去了解讲我要安怎用台语甲囡仔互动因为亲像伫咧亲子馆嘛会开足侪课的，而且亲子馆的课是免费的。毋过迄个大部分拢是华语嘛，英语的课嘛足浅的一开就会互人抢了了。阮就想讲是安怎台语袂使，台语嘛就爱共款做到遐尔好耍，共款互人爱用抢的安尼这就是阮有做到的。阮甲即个台语的活动嘛是办甲迄个一开放报名就爱用抢的，才抢会着安尼。亲像这就是阮的，这是我伫阮社区遮的亲子馆固定有咧带的台语绘本课。就拢是全台语咧进行咧，来参加的囡仔大部分是学龄前，真正大部分是听无台语的。毋过听无台语，也是即个年岁是足适合来接触到无共款的语言。虽然因可能有诶可能是完全听无，毋过伊来到遮，伊有绘本通看，伊有歌通听，囡仔的理解，伊毋是干那靠一个靠语言尔，伊是透过你的你的动作啦、你的表情啊、声音啊、画面啊来学习。所以虽然因听无，毋过囡仔会足爱上的，就是感觉即个课真好耍。阮就是期待讲，阮爱有才调，甲即个台语的活动、台语的课程，会使做到，会使甲迄个英语的相拼安尼、车拼安尼。亲像伫即个，不管是亲子馆还是后来你到幼稚园咧做台语的推送，
开台语的绘本课，这有即两方面的意义啦吼。一个是咱就是做把台语的现代化、正常化，做互就是一般民众化哦。尤其亲像大家会看到讲，即套相片内底来这亲子馆内底带囡仔来遮的迄个家长啊，有一寡是阿公阿嬷哦。哦，在这社区的亲子馆，真侪拢是爸爸妈妈去上班，阿公阿嬷带来的。我足印象足深的，就是第一摆我伫遐开台语即个亲子课的时阵，我就是我的目标拢放伫讲，我要互囡仔感觉好耍趣味。毋过上课了，我转发现讲内底上欢喜的竟然是阿嬷。阿嬷听到我落目睭的，就是对向我紧紧看，拢清风光，敢若少年过也会安尼。因为伫迄个过程，阮就会足自然用台语开讲，我讲故事的时阵，讲会问阿嬷讲，这恁安怎讲啊？阿嬷就足欢喜讲，因遐是安怎讲，会使有一寡语言就是交流安尼。这就互我发现讲吼，这台湾的时大人啊，讲字10几年来拢是台语母语青美语，哦，伫学校互人禁止袂使讲，电视顶面伫过去一段时间，电视媒体嘛无法度讲嘛，大家拢知影迄段过程，所以就变做因会感觉讲，家己敢若讲台语是无水准、无知识的，哦，像阮兜阿公阿嬷就是安尼，虽然伊即摆阮兜阿公阿嬷互我要求爱甲因孙完全讲台语，毋过伊去了外口。伊足自然的拢会切做华语，吼，因为伊就是会一直感觉讲，伊若是处理甲别人讲台语，别人会感觉伊是较无水准的。毋过伊明明就是知识分子，哦，所以伊无想要互人有安尼的误会，哦，这就是台语互人已经一个污名化安尼啦，吼。所以若是无安尼重新来甲即个过去即个伤害吼。有人会使甲即个即若是无透气吼，因是就会变做毋敢对家己的子孙讲母语，这就是足无彩的代志。所以我就感觉像安尼，咱若是伫公开的场所，吼，尤其是有囡仔的场所，嘛有老人的场所，是大人的场所，用台语来带遮个活动，迄阿公阿嬷是安怎遐尔欢喜？吼，迄可能是因为因毋捌想过讲，因会使伫遐尔啊现代，遐尔啊少年。遮尔好耍有，这是教育场所嘛，会使听到用台语来做遮个代志。这个语言是因上熟悉的，是因自细汉就讲的。哦，我感觉伫即个过程中，虽然我无讲啥物，我就是干那带活动，哦，带囡仔唱歌、讲故事、佚佗，甲阿公阿嬷伫过程中开讲交流，有诶物件我可能袂晓讲，甲因请教。因听着家己的母语，会看着家己的价值。哦，我感觉这其实就是台语，其实是需要转型正义的一件代志吼。阮若是安尼甲即个台语，对囡仔讲台语，其实某种程度啦，我感觉是咧照顾过去受伤的迄代台湾人。所以这是咱甲即个台语带你比较。亲子馆啊，幼稚园会使做，会使伊个意义安尼。过来伫幼稚园内底，嘛是用台语带活动。这我就一开始就较无法度转台语，因为迄囡仔真正会傻无。哦，伫亲子馆，我规个转台语甲吹落，是因为边仔拢有家长。哦，而且因为伊号较细汉，变做会较有法度，较袂对语言的依赖，较无遐尼深。毋过较大汉的幼稚园的囡仔，一开始全部都用台语，吼，一寡指令伊会听无，所以一寡指令的部分，我会揽咧讲，就是华语，台语安尼讲。毋过讲故事就是照常是全台语来讲落去安尼吼。慢慢我的台语的比例就会使提悬，吼，就是慢慢经过即个几啊个月、一学期、两学期，慢慢讲台语的程度会使提悬。这种对囡仔来讲是真好的一种学习的环境，这叫做多语言的正水式的教学啦吼。就是讲，这个语言学家的研究是讲，你面对一个伊听无的语言，吼，伊为着要理解，就爱看图啦、看手势啦、看表情啊，来要看讲，这个老师是讲啥。了后，伊用伊的
表情，伊用伊的反应来回馈互教学者。啊，这是一种沟通的能力。即种能力一旦训练起来吼，以后去面对无共款的语言环境的时阵，伊就会较有应变能力。哦，啊，就会你若是听着无的话，你嘛袂遐尼惊，嘛袂遐尼感觉足惊安尼。哦，啊，亲像即种啊，其实咱台湾原本就是多语言的一个所在，所以原本囡仔其实是应该会使自然进入无共款的语言环境内底。啊，转即马变做愈来愈单一，这就是较无彩的所在。我就想着迄落，阮一个中校的朋友，伊嘛捌讲过，讲迄个阿嬷出国去倒位泰国啊，伊啥，啊嘛袂晓讲迄个所在的话啊，啊伊去外口去迄个市啊，去 shopping， 哦，买甲啥叫。这就是因有即种足厉害的超能力咯，伊袂晓讲你的话，啊，毋过伊沟通无问题，啊，这就是咱若是提供伊自细汉有安尼的机会吼，咱的阿嬷迄代就是安尼啊，因就是伫迄个多语言的环境大汉的，啊，是因为即摆的囡仔较无，所以其实咱若是甲即种多语言的环境找转来吼，对囡仔对后一代是诚好的代志。而且佫无介困难，因为目前大部分的人拢佫会晓讲台语。好，转落来咧，2020年的时阵，因为大家阮佫做即项2项代志吼，一个是一个文宣啊，即个文宣等下我会开互大家看，啊，佫有 podcast 就是大家拢关于厝里嘛，所以迄当阵迄个 podcast 的大部分吼，做个频道伫迄当拢走出来。哦，啊，阮嘛开一个 podcast， 啊，即摆先来看即个文宣数落啊，这是啥物款的数落啊咧？阮2020年有甲文化部申请一个计划，吼，就是要甲做4份台语的台语意识的推广的文宣安尼，吼，拢总有遮这4份。我即摆开了即个是阮台语路的网站吼，大家若是有兴趣嘛，会使直接伫遮摕到即套这4份迄个文宣吼，咱会使来看一下。这4份的主题无共款吼。第一份是家己的母语找转来，吼，阮想要互人互较侪父母知影讲，即个母语是诚宝贵的礼物吼，咱会使。甲迄个上好的礼物送互咱上爱的囡仔吼，而且伊好处，甲囡仔讲母语的好处诚侪。即内底咧，就是甲即个语言的目前的现状吼，写伫遮啊，提供一寡你会使安怎做吼，啊撇步，啊，佫有讲若是想要佫小可。会晓台语、台文哦，因为过去敢若会晓听讲嘛，毋过伊一个语言嘛需要读写吼，就是把遮个资源拢放伫遮。所以若是有需要阮遮个即4份的迄个文宣拢佫有诶，若是有需要诶人会使写信息到阮的看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的联系袂种页来申请吼。啊，另外一份。就是咧讲，其实这是讲甲囡仔讲母语是上，是起到多语环境上成本上低的方式啦，哦，就是特别去强调讲以母语为本的多语环境，哦，会使互囡仔遮尔好啦，吼。好，所以这是在讲双语教育啦，因为即摆双语足浅诶，毋过双语毋免一定爱是外国话。咱本土语言就足有才调，会使提供双语以上的多语环境，吼。所以这内底有一寡即个语言治疗师提供的资料，吼啊，遮拢会使互家长有一个机会去为无共款角度较了解讲，所以就是，咱是会使考虑对囡仔讲台语的哦，吼。再来就是咧，讲母语，大家有足侪误会，足侪迷思，阮嘛是针对即个部分做一篇化解
秘书的部分，吼，亲像讲母语叫阿公阿妈教就好啊，哦，也是讲你即摆甲伊讲台语，后摆去学校会听无啊。即个是啥物？哦，台语也无字，哪会台语用英文咧写？哦，讲你即摆讲台语，囡仔后摆会台湾国语哦。哦，搁有讲囡仔讲台语，敢会交袂着朋友啊？学英语才有竞争力啊！吼，这拢是足定定阮会拄着的一寡对讲甲囡仔讲台语的怀疑啊、迷思啦吼，其实拢是误会啦，拢无影啦。吼，所以这一项一项，阮就来甲破解吼。所以即份会使专门摕去迄种对甲囡仔讲台语有无信心吼，还是有疑问的。最后第4份小招来行台语路，这就是咱阮的宝典啊！甲所有教囡仔、教出台语囡仔的撇步拢放伫即份内底，吼，就是会使为你无共款的阶段，有无共款的方式，吼，重点是大人的心头了知，你爱安怎做，喏。就是譬如讲，你毋是爱去要求囡仔讲台语啦，其实是咱爱家己讲有够济，互伊累积有够的迄个听有够济了后，互囡仔慢慢啊就会有机会开喙吼。搁有讲你要譬如讲要安怎降低囡仔的反感啦，要安怎创造囡仔一定爱讲100%台语，我揽一寡华语袂使哦，吼，其实嘛是会使哦，这是阮。就是嘛是请教迄个语言治疗师，哦，其实你有讲比无讲好啦，哦，就是提供遮自学的资源，吼，也是台语出版品的资源，互家长来了解。遮个这4份是就是阮2020年去年做出来的4项文宣，吼，就是推销台语的，嘿，尤其是针对家长。所以，若是你知影啥物所在适合放遮个文宣，会使来甲阮申请。哦，嘛欢迎捐款，互阮会使阁印较济咧。好，所以这是若是你想要电子版的，伫咱的网站，阮的网站你就找会着。你写台语路，应该就找着阮的即个网站。伫即个台语路，即个文宣数不大这边吼，会使找会着。好，安尼我切转去。走起来，我切转来简报。来，咱拄则讲到是文宣的部分，接落来讲阮的 podcast， 就是伫疫情的时代咱产生的物件吼。好 ，podcast 到今吼，已经累积99集啊，这要满100集啊。为7月份开，2020年的7月开始。这内底有啥物内容咧？就是囡仔故，互囡仔听诶，阮会改写一寡故事，有讲过原住民的故事，台湾的本土的故事，吼，改写一寡故事，家己用台语来讲互囡仔听，有一寡亲子对谈，就是阮的家长吼，甲因囝是讲阮其他共学团内底的家长甲囡仔开讲的话题，开讲啥物咧？开讲到食冰啦、耍水啦、看喙齿啦、出去佚佗啦、地动啦、做面包，足侪话题会使讲哦。阮其实就是感觉甲囡仔讲话诚趣味，而且这就是一个会使互社会听到台语囡仔的诚好的机会哦。甲即个过程其实就是开讲的过程。做节目安尼尔吼，这个囡仔嘛足介意听的。再来有科学知识的部分，譬如讲有几集是咧讲着火箭啊、外太空啊、盐安怎来啊，有讲死呐。好，再来专家破解甲即个台语家庭经验吼，后下骹上尾啊，迄2种就确实是针对大人的啊，就邀请一寡台语的专家吼，来互类似迄个台语家长学堂啊，毋过是线顶的，
啊，台语家庭经验就是类似台语咯经验分享，毋过嘛是做一个节目，互大家会使较方便听。目前即个就是阮即个 podcast 平均每一集是有4000人次收听啦。应该是囡仔是真介意听，对大人来讲，内底迄落相对大人的迄个节目嘛是足值得台语家庭，也是讲你准备要甲囡仔讲台语的家庭来收听。即个 podcast 即马即种伫网络就会使收听，伊的好处就是伊会使毋免受到空间的限制，所以阮的即个节目伊的听众是分布全世界的。台湾当然上济，嘛有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诚侪个所在拢有观众听。但是因为即个节目，互阮开始熟悉到一寡住伫国外的台语家庭，嘛因为安尼嘛捌邀请过国外的台语家庭来甲阮分享伊的台语家庭的经验，比如讲，有一集就是去邀请到一个住伫应该是洛杉矶的爸爸，因着讲分享着足趣味的代志，比如讲，伊讲伊的囡仔伫遐，伊对囡仔讲台语，伊感觉颠倒比伫台湾甲囡仔讲台语较自由。为虾米安尼讲？因为伫台湾对囡仔讲台语，你会互足侪人关心的，因为感觉毋管是甲你学乐，还是甲你建议讲你这以后去读册就袂讲啦吼，为虾米的？毋过你伫美国对囡仔讲台语，这就是足自然的一件代志，因为伫迄个所在有足侪无共款的语言。你去公园，你会听着讲西班牙语的、讲德语的、法语的、英语的，大家就讲家己的话啊。所以你讲台语颠倒是足事上的，大家袂专门因为安尼感觉你甲别人无共。这是一个互我印象足深的伊的体会啦。搁来有一件，我嘛感觉印象足深的，就是伊讲伊的囡仔伫遐去读册，喺读幼稚园的时阵，因班14个囡仔内底，敢若4个母语是英语，其他10个的母语是10种无共款的。哇！安尼老师要安怎教？阮就想着讲，阮伫台湾送即个听无台语的囡仔，还是讲台语家庭的囡仔去学校。有的囡仔伊小可听有华语啦，反正咧就是袂少囡仔会接到老师的建议，讲你着爱教囡仔华语啊，无伊伫学校可能会听无老师的讲啥，还是讲厝里内底的时大人嘛是做烦恼安尼。安尼咱来看卖，一个美国一个老师，一个幼稚园一班14个囡仔内底，敢若4个是讲英语的，其他拢毋是要安怎教？应该有请家长爱转去厝里教英语，无，这就是真有即种教育的专业嘛，知影讲，这重点并毋是讲你爱，毋是讲家长爱放弃伊的母语，颠倒因拢足重视囡仔的母语的，所以可比讲因会有活动是甲迄个老师教一项物件。比如讲，教处理拢好用英语教了后，而且全部囡仔转去收集，讲你用你家己母语是安怎讲即项物件，早转来学校分享。这就是足好的文化的交流，语言的交流。毋过咱台湾即马大家伤惯是单一的语言环境，所以亲像安尼就是透过即个 podcast， 互阮会使甲外国的台语家庭牵做伙，有机会会使知影无共款地区、无共款国家伊的做法嘛是真好会使刺激伫咧台湾的家长思考搁较济。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就是阮慢慢做遮济毋管是家己的共学团还是讲是我推设的摊课阮台语路即个共学团，差不多讲即马已经有100外个家庭。台语路即张地图即遮顶悬的拢毋是台语路共学团其实全台湾即马嘛慢慢有愈来愈侪家长有意识想要做即件代志阮台语路是伫北区啦伫即个台北甲桃园地区。即边若是阮的台语路共学团，其实嘛伫，比如讲即马伫板桥、三峡、内湖，对不对？就是开始有，嘛是有地区性的共学团
地区性中学团大部分都是台语路中学的成员，伫伊家己大个社区、地区来开的。啊，这种地区性的中学团，就袂要求讲你一定爱全台语才有法度加入，因为迄就是一个提供，就是一个楼梯啦吼，就是。想要做即件代志的父母有机会接触到台语环境，会使先摕到支持的。啊，过来大家会使看到全台湾为北投才有另外一个因家己一个妈妈支持团体，迄两个妈妈最用心咧经营的，即摆嘛是开始咧做台语的活动。新店有囡仔群，啊嘛有即个 check 甲 CC 妈咪就是 Candy 因的活动。台中对囡仔讲台语，会使伫面册找着因的迄个社团，足大个社团，啊因嘛是，就是因去争取着即个高妇联博物馆，用台语来导览的。嘉义嘛有台语团啊，台南嘛有，打狗嘛有，啊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地区因的做法无啥相像，因为大家条件无同款，有足趣味的，就是发现讲，其实是台北做甲啥，台北做甲上好。有可能就是因为遮人上侪，密度上悬，而且台北交通方便，亲像伫桃园，阮的桃园的团就无法度安尼，逐礼拜安尼聚会，因为桃园遐个就是地区的大众的迄个大众运输就无遐尼方便，所以每一个地区伊有家己的条件，毋过家己家庭就是小少做伙，甲手牵的，这是。真有意义，嘛是对彼此拢真好的一件代志。即摆咧，阮遮每一区其实，大家拢是有互相熟悉的。遮每一个团，即摆大家看到吼，阮互相嘛拢是好朋友，就是地区会使串联，大家做伙向前。所以是慢慢即几冬愈来愈侪的中学团。那阮若是有人有兴趣，要伫家己的地区成立，会使来去找遮的已经有的中学团。会使请Candy甲即摆遮几个中学团的资料搭伫老社区，有需要会使去找伊，你嘛会使家己创，因为遮嘛拢是，遮嘛拢是大家就是家长家己创起来的。好，呀，刷落来，时间继续谈，就是通过讲到即摆拢是这3-5年来发生的代志吼，其实。慢慢有愈来愈侪人组织，就是会使做愈来愈侪代志，总是有新的代志通舞，所以来介绍讲，阮做落来个舞啥物代志出来，就是旧年大家拢关伫厝里，阮就开始想要做囡仔歌，即个做囡仔歌咧，其实是足自然原本就有咧做诶，因为伫中学诶时阵。为着要带囡仔活动，即唱歌是一个囡仔上喜意的，所以阮就是本来就已经编袂少，伫咧中学时阵带囡仔唱的囡仔歌，也是镜头念，了后咧，因为拄好中学团内底有音乐专业的家长，因专业就是专业歌手，专业的做音乐的所以伊就是带头鼓励大家，甲阮已经。已经累积的一寡囡仔歌的物件咧，大家就想讲，安尼咱来家己做会使互更较侪人用的，迄个作品安尼。这条是迄个枫叶囡仔兵，足短的，嘛放互大家看一下，会使伫咧。安尼敢看会到？这就直接放啦吼，无问题哦。安尼我差不多安尼放，大家敢有听到声？我就继续放啦吼。有啊，袂使。好 ，OK， 多谢。来。我
就是旧年大家关伫厝里的时阵，毋是旧年哦，敢是旧年？对，旧年关伫厝里的时阵，就叫大家用手机啊翕，哦，做伙来跳这条歌。啊，这条歌咧，毋管是伫，会使伫看囡仔手机家己的落诶，阮的 YouTube 频道看会到，嘛会使伫阮新成立的台语路亲子乐团的面册，啊，毋是 YouTube 频道嘛看会到，安尼哦。我不要那本题。我不要本题。我不要那本题，我来跑桶就奇怪。安尼哈，我先关起来试看卖。咦，唔是安尼呢？好哦。哎呦，歹势，哪里卡掉诶？不要登去。我先关掉，我先甲这个分享先关掉啊！歹势，我甲我诶导演片吹出来者。等一下哦。所以大家就是阮有迄落刷落来是，等我一下哈，关。先买互我一寡时间，我哪会找袂着我诶物件。好 ，OK， 会使啊，会使啊。拄则是讲着讲，就是阮开始做音乐，因为咧，就是毋管是伫阮去亲子馆啊、幼稚园啊，还是带台语活动吼，拢一定知影讲，即个音乐是一个足好诶媒材啦。台语囡仔教伊拢会无问题。啊，若是要教台语推塞吼，啊袂晓讲台语，啊无惯势讲台语，毋知要安怎对甲囡仔做诶家长，音乐嘛是一个足重要诶工具，所以。就是阮想要，阮就是咱来成立一个台语路亲子乐团，要做的就是即件代志，就是甲阮已经有的一寡音乐吼，啊有专业的音乐的制作团队来甲遮个物件做出来。吼，安杜老师遮手是。你甲切起你的干杯啊？好，我即马来切一个。好，这个台语路亲子乐团的成立，就是希望讲会使甲台语搁撒互搁较济，毋管是家长还是教学人员，因为亲像幼稚园其实嘛足适合用音乐来传领囡仔接触到台语，吼，这是阮的零册专业，有另外一个台语路亲子乐团的零册专业吼，啊嘛有阮家己的迄个 YouTube 连结。这条路啊，就是阮的迄个代表的行啊啦吼。为虾米用路啊咧？当然一个是足共音的台语路，这个台语路，这是因为共音，这是因为咧，这路啊梅花鹿，伊即马大家拢知影伫台湾已经看无啥会着啊，应该讲野外已经无啊，吼。啊，毋过，若是时间倒退转去100年前，其实台湾梅花鹿就是四界拢看有诶，满山遍野诶。啊，伫这100年来发生啥物代志？当然就是环境诶改变吼。啊，过去嘛有人会落掠足大量诶梅花鹿吼。啊，即个梅花鹿因诶即个心思因诶即个慢慢啊愈来愈少即个过程吼，其实就甲咱诶本土语言是诚相像。所以，阮用即只录仔来做阮的故事的主角，嘛是希望其实会使透过即个录仔的故事，互囡仔去注意到讲，本土语言是安怎嘛伫遮尔短的时间，产生遮尔大的变化，吼。所以去年，阮就是为即只录仔，吼，
编做一个故事，家己的故事拍做微电影，去参加公司台语台的微电影创作比赛，啊，阮有得到台语优奖，佮有得到观众观众票选的第1名安尼吼，所以才来互大家看阮即个台语即个微电影，即个故事叫做鹿仔有几只哦，大家小等一下，我这惊等下伊个，我的物件佫无去，好，好，安尼我开始直接放吼，我会甲我的麦克关起来。即个电影短短啊，敢若3分钟尔，有一寡老师看了后，甲伊摕去放互囡仔看，这应该是真有通讨论的部分哦。等下大家看了后，就是看会使看你是为即个短短电影内底有看到啥物款的信息，互你想到啥物。这岛有100只动物，97只斑马，剩下是鹿。请问鹿有几只？我的73只。哎，这都不会。日头较早，云红较早，树仔较早，花蕊较早。不，这毋是你的毋对，因为海海花条尾无听过这个故事啊。伫咱这个岛屿，过去有足侪鹿仔，阁有足侪无共款的动物，毋过。所以爱等愿意家己甲花条尾的皮脱落来，才通知影原来因嘛是鹿仔。哦，开始毛了，想要知影我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痛！家己花条尾皮脱落来啦！你卡恁呢？我只是想要知影，你敢是鹿啊？少来了。要那么，我唱歌当作是回事的好啊。日头较早，云红较早，树仔较早，花蕊较早。阿爸较早，阿母较早，朋友较早，较早。你敢毋是花条尾？你哪会晓唱阮阿母教我的鹿仔歌？这个岛屿有100只动物，有97只是花条尾。若是因愿意甲皮脱落来，请问鹿仔拢总有几只？其实鹿仔歌就好听诶，可以教我唱吗？好，多谢大家收看阮这支影片。有的囡仔看影片看了，伊就会注意到讲，最后伊迄个阿文，伊的骹哪会变做鹿仔骹？若会使去注意到讲，这内底角色因使用的语言。
这支影片就是阮的这个，其实阮就是放真侪台语的意识伫内底啦，啊，毋过用影片的方式，想要互佫较侪人会使思考着阮这个台湾的语言环境变化的问题。好，安尼我切到简报这边来继续看。啊，这是去年做出来的影片，到今年咧，阮就是甲全部的开来放伫要出一套囡仔册，啊，这个囡仔册内底，希望会使，伊无，等我一下吼，我点开，吼，这个囡仔册是希望会使互，哪个无去？会使互家长，也是讲，伫教学现场的老师拢有通使用。啊，内底有囡仔歌，有游戏，嘛有故事吼。我会使直接嘛是甲阮的即个影片，即个产品的影片会使放互大家看。我看卖。好。歹势吼，我找一个我的影片。啊，拄则有伫迄个老画区有留阮即摆即个影片，即个囡仔册的问卷，就是因为想要甲即个产品送互佫较侪人知影，啊，阮即摆是要用集资的方式，伫我背顶悬进行即个集资啦。因为我背安尼会使透过因即个平台原本的群众吼，会使可能会使甲即件代志佫拖出去。啊，而且，其实即摆市面上的囡仔歌啊，啥物，其实拢足济的。啊，要安怎互台语的物件会使，互迄个一般的家长愿意去考虑，阮就是甲即个做音乐的水准吼，就是阮家己要求足悬的，想要甲即个音乐就是阮是用专业的团队，用迄个出专辑的即个规格咧做即个产品内底的囡仔歌。所以就是，对即个台语推送，是希望是透过即个产品会使，是一个最好的迄个工具吼，会使为遮拖出去。哦，我找着我影片，而且吼，阮会使直接用短的来互大家了解一下，讲阮即摆开足侪开来咧做即套囡仔册。啊，内底会使安怎互家长也是老师来使用？啊，我要甲我的麦克先关起来，互大家看。妈妈，不同语言的人也可以一起玩吗？这个嘛，即摆台湾有真侪囡仔拢讲华语，毋过咱台湾是一个多语的社会。囡仔其实有机会听到无同款的语言。4年来举办超过500场的台语剧校活动，50场体验活动，15场母语分享会，母语伫鼓励大人甲囡仔讲母语。毋过，阮嘛知影有的人需要佫较侪支持。台语咯。出任务发光的岛礁，全台湾上好耍的音乐、游戏、故事囡仔册，互大人有机会教囡仔轻松用台语耍游戏。无要紧，免客气。互囡仔愿意开喙讲台语的秘诀，拢伫这套囡仔册内底。故事的设计为台语路拄着汉字天赛开始。邀请囡仔斗阵出任务，找岛礁，启发囡仔耍游戏、讲台语的动机。册内面总有8条现代囡仔歌，由台语路亲子乐团团长阿燕和音乐制作人台家武共同制作，结合超过10个台语家庭的音乐专业来创作。册内面有4种倒阿姨，囡仔会当用家己的手来做佚佗物仔，让囡仔哪耍哪学习，快乐学台语。爱讲台语也搁
爸若伫学校讲台语。每一个游戏甲说明都有 QR code 运动，特别邀请女声女王苏音音来合作，对台语无熟悉的大人会当直接放声音档互囡仔听。学着卡，你嘛会得到宝石哦。册内面的故事、游戏图片嘛最精彩，有真侪台湾特色，亲像苦仔粿、润饼糕、烧番麦、土凉、腊米等等，互囡仔感受到台湾文化的趣味，培养在地文化自信。我伫咧表演的时阵，接受观众点歌，我发现即摆有真侪台湾人所爱听的，拢是抖音内底的中国歌。甚至我也发现，连幼稚园嘛常常直接摕这个歌来放互囡仔听。所以我就想讲，应该来做一寡咱台湾家己的囡仔歌，互咱的囡仔自细汉就通接受到较侪台湾文化，除了会当互囡仔家己伫厝里佚佗，嘛会当互幼稚园也是国校的老师摕去使用。互讲无共款语言的囡仔，拢会当来欢喜耍、欢喜唱、欢喜学语言，即马就连伊来着听。好，阮的一支计划是还袂开始的，是后个月才会开始。毋过大家若是有兴趣，会使伫迄个阮的台语路亲子乐团来注意即个消息。嘛，即马有迄个，我伫迄个老尾区有放阮的门岗。若是有兴趣的人吼，请就是这个嘛，都希望大家再支持的，再甲遮的即个好的产品来再介绍互较侪人。最后剩5分钟，我想要来讲一个较最重要的代志吼，就是像咱阮做遐尼济吼，其实讲起来嘛是为着家己的囡仔。现场有真侪老师，阮抓下来，我想要最后趁这5分钟，甲大家分享讲，我切转来吼，阮最近真正是最近，为今年6月份开始咧走总的一件代志。即摆应该切转来啊吼，就是。争取台语囡仔的受教权。好，来，就是阮的囡仔，其实即马真侪囡仔已经大汉啊，早就去读国校啊。你去国校了后，进行就是华语，拢是学华语嘛。本土语言敢若一礼拜一节的台语课，即种台语课对阮的囡仔来讲，拢是上简单，哦。所以，就是阮其实是真无奈来接受即个现实，因为你即摆就是无台语的学校，台语的学校讲起来真正是无简单。你包括讲你学校你要设伫倒位，你学生敢有遮侪人会愿意去读啊？这拢是真大的问题。毋过即件代志是安那？6月份的时阵，台语家庭开始咧走动吼，就是因为伫5月底。有一摆伫迄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顶悬，迄天是何信涵老师的演讲。演讲了后，大家咧开讲，有人连现场就问着讲，到底咱当时会使有台语的学校？当时咱台语囡仔才有法度用伊家己的母语来受教育。信涵老师迄个时阵，伊互阮足大的信心，伊讲其实即摆若是有学校愿意做，若是有囡仔，其实就会使做啊，因为咱有即条法律啦。国家语言法典法第9条第3项，内底已经写到足明啊。学校教育会使使用国家语言来做。迄个时阵，阮听到就规个互鼓励着，就想讲对呢，因为阮囝就是阮即马伫台北有一间学校吼，就是本来台语家庭，算是小少，甲囡仔送到同一间学校去。迄当阵安尼做。主要是想讲，互囡仔有伴啦，莫讲到学校了后，就无人再讲台语。所以，阮就希望讲，伊若是本来的中校做伙大汉的囡仔，读同一间学校，因伫学校内底相处的时阵，其实因是用台语咧互动咧佚佗的。这伫即摆的校园内底是足罕咧听到的，囡仔之间自然完全使用台语来讲话。所以阮感觉这是足珍贵的，而且这对其他的囡仔来讲嘛，是一件真好的代志。伊会使知影讲，就是即个社会是遮尔自然，有无共款的语言的，所以就是有安尼的机缘，即摆差不多10几个囡仔伫同一个学校内底。迄天阮听着信涵老师讲，有人学校愿意就会使，阮就规个有一个希望吼，就开始走动，开始去找校长啦吼。
啊，当然一开始是伫学校迄边是互学校用足客气的方式拒绝啦吼。毋过阮无放弃，阮感觉即件代志呢，因为即马感觉已经有发条啊，会使用，啊，这嘛是人民的权利，所以阮开始去找议员啊，话说来要找立委，就是请因斗相共，这嘛毋是干那即间学校的问题尔。阮后来就是伫台语路迄个面册顶悬，就发起一个国小的台语班的议员调查，就问讲有偌济人会有兴趣，互囡仔去读台语班、台语授课班啦吼。头起先阮是用试验班即个名称啦，毋过后来就知影讲，伊无法度，这是无共款的代志吼。所以就是即个台语授课，用台语来教所有的物件的迄种班吼。啊，其实就是你着想讲华语的囡仔，伊安怎用华语去学所有的学科，咱台语的囡仔讲台语的嘛，应该爱有权利用家己的母语来学所有的学科、所有的学习。啊，其实每一个本土语言，囡仔拢应该爱有权利用家己的母语来学习。啊，这是咱台湾即马足欠缺的，因为即马都是单一的环境，敢若会使用华语。毋是啦吼，讲毋对啦，即马会买煞双语啊吼。双语就是要用一个迄个天顶掉落来的英语，佮加入来教学语言内底。啊，这其实是真侪学者拢有出来表示讲无妥当吼。啊，希望咱这就是说来，阮要去拍拼要爱做的啦吼。时间的关系，我应该无法度去讲伤济，啊，毋过咧，就是即个部分是拄仔开始尔吼。啊，毋过即3个月来一定有一寡进展，就是阮伫新北市、台北市、甲台中市拢有家长开始动作去找立委、找议员斗相共。啊，台北甲新北拢已经甲教育局开过协调会，互政府单位官方知影讲有一定台语家庭的存在，有一定台语囡仔的需求无互政府照顾着。啊，阮希望政府爱提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毋管是创学校啦，还是讲爱安怎设立台语班，还是讲运用现有的制度，譬如讲浸水式的迄个浸水式的教学的申请，这浸水式的教学申請其實已經做足久啊，毋過申請的學校非常少，而且阮無法度去決定，無法度保障阮有法度去秘到有申請即個計劃的老師的班上啦，所以我哋就是這個是政府，阮帶來要去要求政府愛做的吼。啊，這3個月來的進展呢，阮真歡喜。真无简单，就是阮囝的學校，互阮爭取着講，因為阮原本講買咩台語班，迄攏後來才知影講，比即個體制內底吼，要創新的代志是偌爾困難。啊，毋過阮即擺有一個小小的一步，就是爭取着佇本土語言課、迄節課的時間，會使加開台語的進階班。這台語進階班。同款是，就親像迄個是，迄個同一節課有囡仔去上客語、上原住民語安尼，啊，同時間會開一個進階班，即班會用全台語教課，啊，就是學生是目標，對象是台語聽講足認得的，啊，所以咱的學習的目標就會使放佇台語的閱讀啊，會使增加的閱讀量，愛學羅馬字，台文學寫。啊，佫有阮就是培養遮個囡仔會使去參加台語的一寡即個比賽吼，因為這就是學校因想要看的，嘛會使累積囡仔的成就感。這是其實是小小的一步，因為敢若一禮拜一節課用台語來教台語爾，這真正是無夠阮的囡仔，就是還佫足無夠的。毋過已經是佇即個制度內底無啥簡單的一個進展啦吼。啊，未來就是希望會使甲阮的這個經驗，會使分享互較儕有需要的家庭，啊，大家同齊做伙來監督政府，愛向這個方面吼來去提供，愛保障咱囡仔的受教權啦吼。好，這個是最後短啊，甲大家分享阮最近咧做的。啊，這個其實就是顧阮家己的囡仔啦，就是甲要安怎講，就是。阮頭前講台語咯做遮爾濟代志毋管是就是佫有甲樂團啊，要出冊啊，迄其實
就是想要，互佫较侪人会使做伙来对囡仔讲台语。啊，阮想足侪办法咧，互大家知影讲，有意识，啊，佫知影讲会使安怎做，啊，佫提供伊资源，提供伊方法，啊，为着就是即个希望咱台湾的语言环境会使莫流失甲遮尔紧，甚至是会使佫甲过去，就是应该是讲原本的多元的即个语言环境佫找回来。啊，即摆佫就是至少台语是佫会有诶，因为佫足侪人70%的人是晓讲台语吼。啊，是安怎？阮做遮个代志，有法度做遮个代志，除了阮有共同的理想，就是遮有一群足家暴的人。而且阮即个团队内底、团体内底，互每一个人拢有发挥的所在。而且阮有即个面册内种呀，就是伊嘛是一个互人会使找得着阮，会使有新的成员继续加入来的。啊，遮拢是就是家己人，阮家己拢讲，大家手爱牵路按爱脚步，就是同齐行，一个人会使行较紧，毋过一群人才会使行较久长。啊，这就是阮带囡仔行台语的路，也是讲囡仔带阮行台语的路的故事。啊，今仔日就是分享到遮，互大家啊，真感谢大家今仔日有机会伫遮甲大家交流。啊，剩的一寡时间会使看有人有想要问有啥物问题，还是讲有啥物意见啊，阮的即个家己仔就行台语的路，连年要准备来成立协会啊，因为过去都想讲大家都是。志刚做甲最欢喜的，毋过若是真正有想要伫即个本土语言，伫咧台语即块做较济，可能阮发现讲嘛是需要有一个协会啦，较好办代志。到时再个邀请大家共阮支持。啊，最近呢，就是即个台语路亲子乐团的囡仔册一支计划，明年要上线。阮含拄仔伫迄个老社区遐有放。迄个门诊，吼，你若是有天门诊，就会使收到上新的消息。好，安尼安珠老师，我今仔日就分享到遮，多谢大家。多谢，谢谢。啊，今日看到有啥物人要问题要甲地田来讨论的无？来，那个出来，把握时间。来，的。好，就是我有拍你伫迄个通讯的信息内底啦吼，我是前礼拜伫迄个台个小南门捷运吼，有看到一个母啊去牵两个三四岁囡仔，啊因拢讲台语嘛吼，我本正想讲去教因讲两句啊，比如讲你要去倒佚佗啦，你要去佚佗啊，真心性呢。尾啊我无安尼啦吼，我是讲惊去甲因惊着，啊我借问一下吼，我迄时的目的是想讲吼啊。囡仔要互因感受到台语是生活语言啦吼，伫捷运你嘛听会着，人有人咧讲这，毋是干那拢讲华语尔。啊，我问的问题是讲，后摆若拄着像即款的状况吼，我敢通去喊因讲两句啊？啊，若好吼，是要讲啥物内容较好，还是讲卖啦？咱这青云人吼，莫去交因讲安尼较好势，多谢。我感觉这是看大家的个性啦，就是我是定伫多年互人，我会讲几句啊啦，我感觉真好，就是因为大部分我是拄着足侪拢是讲学落去啊，就是要讲鼓励的，即种的是我是感觉真好，你会使去讲几句啊，不要紧。啊，毋过嘛确实有可能。可能因为阮可能无用囡仔啦，吼，还是就是毋知影要安怎用，可能嘛是笑嘛，无一定，就是知影迄个当下知影要安怎回应啦，嘿。所以我感觉你去甲因讲的会是足好的代志，就是交代讲，会使伫外口听到囡仔安尼讲话真好，啊，鼓励即个家长愿意安尼讲真好。嘿，安尼是无问题的嘿。对啊，你会悄悄甲人讲哦，啊，恁囡仔才甲我讲台语哦，啊，恁确定要去倒佚佗？啊，你说咧甲人开讲安尼，其实会使，免烦遐济。对啦。咱若是要甲人拍，要甲人骂啦，咱好面神，你甲人讲话，其实应该都无啥问题。来，还有啥物问？还有一位来，林秀英来。当老师吼，我只遮甲你肯定一下吼，因为你可能122分钟内底，你连一句华语都没讲出来，无简单啦。
这是互我做钦佩的。哦，这一种吼，互我这个虽然讲加你汉侪会哦，但是你会当保持安尼用这台语来讲这个课哦，会当讲久拢用华语哦，这无简单的啦。哦，也肯定的吼，多谢你用台语哦，互阮足侪回忆啊吼。食了我咧讲袂得讲台语啊。我第二讲嘛就是讲哦，要请你有倒一句话吼，听着家己的母语吼，就看着家己价值啊。哦，你中午讲这句话，我感觉这足有震撼力这样。哦，我是感觉这句话足重要的。嘛会当吼用一句话内底，你讲这句话内底吼的意义吼，甲伊的重点吼，咱来推广。哦，因为虽然到即摆听汉济台语吼，但是实讲起来，你阵无体会过你今仔讲即句话啊，我感觉足重要的。我直接教师谢谢啦，我多谢伊啊。是，多谢你的回应。迄个，这个影是我伫咧亲子馆的时阵，遐个阿嬷教我的，互我伫因身躯顶看到。我其实有时仔想想，我嘛足感动的，因为因真正过去无这个机会看重家己啦，就是过去你家己，这母语是你，迄个甲人的认同是甲做伙的。啊，互人讲你迄是无好的话，讲你咧挂狗牌啊，要罚钱，迄是足大的伤害。这是，对，这是我真正是你的身躯顶。阿林，紧嘞，时间，阿林，我家林麦就无开。哎，阿聪讲话紧，阿聪要讲话。紧嘞啦，阿聪紧嘞，你头先做认真。阿聪，你讲话，你讲迄篇文章就是咧写你的啦，你莫歹势。伊昨咧爱想要讲话，即马煞毋敢讲话。啊，爸爸开始讲者。哈，伊走去啊，伊走去。走去就好，无紧，咱尊重囡仔，莫甲囡仔讲真不嘿啦。阮进前就是阮有写一篇迄个我安怎甲囡仔咧讲台语嘛。啊，尾仔恁有人牵伫恁的向迄个面册顶悬啊。对，阮的面册就是安尼，大家做伙把家己经验写出来。嘿，啊，因为阿聪伊本来想要讲，迄就是伊即马甲我惊着毋敢讲安尼尔。好，谢谢。多谢。加油。来，到了。我主细汉嘛，我囡仔即摆2岁啊，伊一出世的时阵就甲因讲台语，啊，因到即摆到2岁，佫袂使会晓讲话，佫无啥，有去评估讲语言有迟缓。啊，毋过呢，即摆台语的指令可能讲听有，是讲伊即摆开始咧8月开始上幼幼班吼，国语有佫小可听无安尼，老师就佫爱不用配合用台语甲因讲。啊，即摆老师有甲阮提醒伊讲吼，看阮家长吼，甲因加讲一寡国语安尼，我无伫学校拢听无。啊，阮翁婿伊就无同意讲吼，我自小就甲因讲台语，伊感觉爱讲国语较好，讲华语较好安尼。啊，所以我即摆袂咧怀疑讲吼，我是毋是该继续坚持咧？我当然嘛是想讲要互因甲因教台语，只是华语是毋是嘛该继续甲因加教安尼？你辛苦啊！若是厝内底有人就是无支持的声音，安尼压力影是较大。啊，2岁啊，袂晓讲话，其实啊，就是而且你有去做评估啊，这应该是伫一个迄个，这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底。我先讲，拄开始啊，头一开始我毋知大家有听到无？安珠老师毋是有放一段迄个访问，阮迄上电台访问，迄内底迄个4岁受访问的迄个囡仔，都甲匹配着对无？我甲恁讲，伊3岁的时阵袂晓讲话的，所以语言发展，迄每一个囡仔的速度无共款。你有咧注意，有去评估，这就是你做甲真好的一部分。啊，台语我当然是希望你会再坚持落去。迄爸爸若是伊无感觉无好，伊讲华语袂要紧啊，啊恁兜恁就双语啊。啊只是讲即摆囡仔去学校，老师若是有法度甲伊讲台语啊，我感觉。因为这就是真正爱看老师啦，因为阮囝迄个时阵，你叫平嘛是袂晓讲，袂晓无啥会晓听华语，啊，好加在老师就好个，甚至会伫边仔小可配翻译，啊，当然无法度，就是规工拢对伫边仔，毋过囡仔其实学得足紧个啦，只是因2岁吼，2岁个囡仔伊原本伫咧自我表达来啥物个，拢是，就算是讲华语嘛是共款无简单啦，所以伊较辛苦淡薄。
啊，若是会使甲老师，互老师加较了解这个理念，我毋知你敢有法度去讲，互因听阮的节目还是啥物？对，啊，就是因为伊刷落来，若是爸爸讲，还是讲学校内底有接触到华语，其实伊嘛会学足紧的。只是讲伊可能是讲话较慢开嘴的囡仔，嘿，啊，这嘛是只要评估过无问题，恁是其实毋免伤烦恼。啊，若是评估迄个语言治疗师遐有啥物建议，你着照伊的方式去做去改善就会使啊。对。好，了解，多谢。这加慢期啦。不需要赶紧吼，这态度啦，尤其是讲，若用科学角度来讲吼，无共语言伫学校内底海马回是无共个发展的区域，所以有时加学一种语言，会互囡仔变做一个专脑的开发，对囡仔其实。无毋对，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做另外袂当耽误伤济，来，最后一个问题紧嘞，来，安尼吼，我嘛多谢。伊现互咱一寡足新的观念吼，啊，出个路爱去继续去拍拼，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经验。啊，其实包括头讲一寡问题，我想要补充一下吼。国家语言法典法第9条第3项，伊个讲学校教育会当用国家语言来进行，即是讲咱教学会当用台语教，嘛会当用华语教，嘛会当用客语教，这是另外一回事。不离个你若讲要成立一个，我感觉迄是爱为实验教育来做。实验教育吼，为实验教育来做，这其实阮以早有做过。不离个找足侪学校吼，校长若讲要使英语吼，讲无问题。不离个若要做实验教育吼，你讲老师即关就无法度过关。哦，这就是会较歹行咯。这以早有行过啦。不离个即马环境咧改变，更未来有更较好的空间会让继续来发展吼。是。啊，若讲另外要互囡仔学，其实到报一个叫学历落学哦，昨新闻有报出来，是讲规工互囡仔讲台语。哦，阮会补助一间校台语。10节课你当申请9万块，啊，而且要求一半以上拢爱用活动，袂当用迄基本上传统教育的方式咧，互囡仔去做去讲，甲生活结合这种教育方式，大家当帮做参考啦吼。另外，即马博物馆有要求爱有一个友善环境，然后有台语的导览，这拢咧做。甚至吼8月27，高雄科工馆有一场演讲叫天文台，嘛会当用台语讲，天文学可以用台语讲，迄规从头到尾都用台语做。所以包括即马国家级的博物馆，其实拢有咧做这工作吼。所以这环境大家会当豆豆来改变。啊，即条其实条路无往左行啦，不离个咱会当看到足侪人伫无共个方向、无共个路途，大家做过来拍拼。啊，所以看囡仔手行台语即条，我感觉因做啊真成功吼，这嘛是值得咱来学习的。所以若讲有兴趣的，当加入这个团体，而且互迄囡仔唱歌好听，音乐嘛足趣味，所以各位会当甲网订组一个。哦，这算大家拢做参考。啊，时间的关系，咱今仔多谢立贤吼，会当讲到遮。嘛，感谢各位吼，若会使咱台语的一部分吼，包括做侪工课爱做，大家拢继续来拍拼吼，因为加一个真正较好吼，而且甲各位拜托吼，多谢。多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老师。